台南市政府今日再公布3种本片比超标的课题油原料是对家己分林和台中来的，分林和家己已经配合政府路价进行调查。调机有关两间关系企业表示债务危机，民众党这支花警员含地建成关系真好，有道理嫌疑。那花警员强调一切是依法办理。国军汉光42号10港9暝实兵演习，对明仔载开始要验证防卫论性。另外，中国军机军舰今搁在了乱，讲是伫咧战备行训。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初4 AM 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中联的油出问题，到今也未收煞。高雄市长当期卖着批评中联罪不可赦，那这款的厂商就应该互倒。另外，大同的5月就知影这中联的油本片比超标，所拢无通报。台南市长黄伟哲今日表示，大同设伫台南的油品部门，唔是管家的油。那台中市长罗秀燕强调，大同的总部就伫咧台南有通报记录。在那亚议员去到台北地检署7年新告，指控大同公司是暗砍无通报，当处长5名厂是涉嫌渎职。中联问题油的事件国小，大同公司红标出伫5月时阵，就发现中联油脂311油做的粗加工油本片比超标7倍，所以无法向所在地台南市卫生局来通报。请问你们的那个状况是？我们油品事业部经营的项目就是加油站业务啊。希望他们其他的县市政府不要把逢金当马良。不要把汽油当食用油。整个台糖总公司登记设置在台南。台中市政府强调，宪法第3条食品的定义是包括产品和伊的原料，所以台糖嘛有通报的责任。嘛针对台糖的顶油商中联和服务，各重罚300万。另外，台糖的上游精炼和制作是集中在高雄小港的製油工厂，虽然这嘛是小到南部。事业员工就知道，2级的食品制造商。在欧盟，他们就曾经讨论过，这种公司应该要让它倒闭。地方是依法应该要定期去做抽验下架，因此呢，对卢秀燕市长来说，更重要的是应该要清楚的说明，台中到底是不是8年来从来没有验过油？问题油应该向来把关，根据上述的规范，油脂的制作加工调配业者有办理工厂的登记，而且资本额有到3000万以上，每半年还是每批至少要检验1摆。若宪法第41条，以下市关的主管机关会当进入制作加工的现场抽样检验。中央政府嘛接宪法第41条第2项，在必要的时阵，共款嘛会当做相关措施，但拢无明文规定地和中央抽查的频率，和什么状况之下需要抽检。如果说在白土脱色的过程中，再加入少量的活性炭，可以让 VAP 被脱除到90%，那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步骤，可以去除大部分的 VP。咁应该建立有效来降低本片比浓度的燃油 SOP， 或者认为讲制定中变数真大，大家业者的做法是真歹统一、真歹标准化。不过建议应该定定燃油倒头算的第2步，脱色了后本片比的上限，而且伫上尾1步脱槽遵循固定条件，才当甲本片比控制伫规定所带的范围内。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国内新冠疫情连续8礼拜拢清关，疾管署表示讲，顶礼拜门急诊的就医人次有18990人次，平均一个礼拜增加74.8%。预估8月中咧会来到高峰期。疾管署也提醒讲咧，这高风险族群就要去赶紧做疫苗保护家己。另外，疾管署也讲咧，这天到这顶礼拜新增加8个带病入境，今年已经有104例咯，也呼吁咱的民众出国要做好防护。即马休热是旅游的大季，疾病传播的风险嘛较高也悬。疾管署指出，国内新冠疫情感染的人数已经连续8礼拜有增加，顶礼拜的每急诊有18990人次，比前一礼拜增加74.8%，预估8月中进入高峰期。疾管署表示，大部分重症患者是65岁以上的时代，更有慢性病的患者。有89.1%无做过这季疫苗。我们的预估高峰还是在8月中下旬，好，8月中下旬的时候会最高。那预估的那个单周就诊人次可能会达到51000人左右。疫情当日期悬，病毒株无变化。疾管署表示，目前国内最近4礼拜流行的病毒株 EPQ.16.1.1 变异株为主。为着新型变异株的症状，甲多数呼吸道感染差不多。世界卫生组织嘛评估，目前新冠疫苗对预防重症也有保护力。
疾管署表示，全球新冠疫情愈严悬的趋势，尤其东南亚甲西太平洋地区当咧高原期，医生嘛提醒民众爱做防护措施，紧急符合资格风险族群紧注意标。像是有慢性疾病啊，或者是免疫力低下的话呢，那如果出现疑似感染新冠病毒的症状，像这个咳嗽啊、流鼻涕、喉咙痛，是这个肌肉酸痛啊，或者是有呼吸喘、呼吸困难的话呢，还是要尽早的这个就医。那即马休做出国佚佗的人较侪，疾管署指出，顶礼拜有增加8个天高级的境外移植病例，今年计共104例，为印尼、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入来较侪。疾管署嘛提醒民众出国若有户外活动，建议穿浅色还是长的衫裤，避免去雨网仔顶。出国回来14天内若发烧、头痛等，就要赶紧就医，主动通报旅游记录。记者郭志雄、谢桂林台北报道。德联邦防震会姓陈的查甫人，互人指控讲，伊用强迫威胁等方式，逼这未成年的查某囡仔性交易。专案经过新北地方法院审理了后，认定这姓陈的主嫌犯17条罪，判刑累计152年6个月。那姓简的共犯呢，犯14罪，累度这个刑度累计有135年4个月。这姓陈的查甫人呢，由乌道背景，第三级开一间车字店，用这店面来吸收未成年的这个查某囡仔，再来逼因做性交易，甚至有这查某囡仔逃走了后，互掠倒转来，甲因拍，甲因关起来。那这个主嫌呢，一审是互判152年6个月。先蹲下。包租代管的业者调机恶管呢，传出讲相关企业调机投资和假成啊管理顾问中心有财务危机。国家主导中心和台北市都发局这2天呢，拢找这2间公司来了解，甲袂去影响到社会主体包租代管的业务。那民众党团早起就讲呢，因着这期这国家主导中心董事长华景群和这李建成是真好的朋友，可能有独立的嫌疑。那华景群是回应讲呢，主导中心所有包租代管案件拢是依法处理的，唔通伫遐黑白讲。国内包租代管的龙头调机恶管的2间相关企业，调机投资和假生啊管理顾问公司是传出投资失利，公司坐无法度来纳利息。有媒体报道，兼调机恶管和调机投资2间公司的董事长为李建成，除了甲调机恶管董事长的职务辞掉，嘛提出16000张的调机恶管的股票要来行债务，但是受害的投资人嘛是有疑虑，已经造成自救会要来求偿。虽然调机恶管强调讲这是将董事长李建成私人的事务，含这2间相关企业无交叉持股，营运拢正常，但各界嘛是烦恼，敢会冲击到实体包租和代管的业务，尤其是厝主和厝卡的权益。初步的了解，现阶段2家公司的财务都还算安定，那也没有服务异常的现象发生。不过，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测试是举行记者会，这期捌做内政部政务处长的华建群和调机前董事长李建成是山友，有思高恐吓有独立的嫌疑。兆基是得标的高手啊。总共大概有20亿的服务费由他取得。那么华敬群教授、董事长跟李建良的关系，使得这些投资人愿意去投资，而现在受害。大家都是依照采购法正常的招标评选。我本人从来不介入住宿中心所有的招标的评选案件，唯一一次跟李建成董事长一起在山林里面一起活动。如果用这样子的这么片面的讯息，就要来建立好像我也是一个犯罪集团，我想民众党党团不应该这么粗糙的来指控。台北市都法局嘛，在测试下晡要求调机恶管说明实际营运的状况了后，表示讲到目前为止，并无接到厝主反映讲厝税给付有无正常的情形，会密切关注调机恶管利用和厝税支付的情形，得出履行客户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有一栋老建筑物5年前呢进行围路途经，拆掉了后，所以拢找无建商来斗起厝，一直到去年有建商来找因，讲会当斗起。那这住户就指控讲呢，这个建商甲营建资金2600万提起了后，说是用各种的理由一直拖无要动工。那住户伫今仔日也去告这建商诈欺，希望司法行因公道。
台北市中正区的巷仔内底出现一块建地，啊，毋过内底拢是吹起的石头钢筋，营造的阁是白仔，顶头阁写100亿年要施工，今年特别完工，啊，毋过即马完全无动工的状况。住户就出面指控，因原地大的老建物5当前围弩多次换新，除拆了说因为原物料起的因素，一直找无建商来处理。想袂到去年有建商表示会当接手，甲营造租金2600万起去了后，所用各种理由延前无要开工。预定动工日前又说不能开工，所以话我们了解是说他把这个钱拿去用在别的地方了。说我们要再造这个房子的话，他希望我们再拿一笔钱出来。这个做法我们不沟通，没有电梯。就是每天要爬楼啊！住户的指控，原地合约是定伫6月底，就要完成5楼的底板，8月要完成7楼的底板，啊，毋过却一直延前，甚至佮要求住户佮摕1000多万的租金才肯开始动工，互因有贷款佮租金的压力。尾啊，请市机关斗3工，甲检方提起诈欺的个诉。完全没有去履行动工，好，这跟一般的这种民事纠纷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也呼吁，希望。地检所能够严正的侦办这个案件哈，不要当做一般的民事纠纷。记者打电话给建商，建商是无要接受访问，强调已经安排8月中旬和住户进行调解。律师就建议要多次换新的厝主，若是要和建商协议合建，签约的时阵一定要注意合约施行的细节。地主、建商、银行，他们其实是一个3方关系，然后最好就是银行来保证一定会把它盖完。这样通常是对地主来讲是最有保障的。你要降低风险，那你自然就可能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律师嘛强调，实务上住户若是迄时签约，无甲家己的权益保护清楚，也是签约的时阵体条机制无明确，颠倒会互合约变作是万年合约。若是拄到建照过期，可能就会变作是衰买厝。记者综合报道。虽然即马是讲呢，这车就爱先让过路人，不过并无代表讲你会当一直行过去拢唔免看路。来看这桃园中立呢，车里有一位小姐伊要过车路，所一台小型的巴士要倒弯，速度却拢无放慢，直接就把这个小姐撞落去啊，造成这位小姐脑出血，人还佫伫咧加护病房。详细原因，警方还佫伫咧调查。看青红灯，人已经会使过，四小姐逆护线要过车路，不过这台小台巴士沿着新生路要向倒边挖宽北路，速度拢无放慢去弄着人，人送病院。仙女有受脑出血等伤势，经测试正男9测值为0，详细肇事原因尚待厘清。警方来现场处理，小巴士的驾驶酒测达0，详细车祸原因也佫伫咧调查。桃园市政府依照公路法罚业者7万。路口行车的这个停让，这样以避免这个事故再次发生。民众听到这件车祸，拢讲赛车甲行路的人过路口拢要特别注意。我自己本身也有开车，在转弯的时候其实都会有死角，那尽量就是放慢速度。走路的时候是不是绿灯？如果是绿灯，我眼睛还要注意左右边来车。交通部上新的道安统计。1月到5月，全台湾交通事故行路人死亡132人，路口也是行路人死亡车祸上危险的所在，占要甲一半。上主要原因是车无停来让人先过，或者是A条挡条的无看到。看到行人的你要礼让他嘛，在左转的时间，他要转弯的时候要争取时间，如果说有点速度的时候，当然就会有一些潜在的风险去撞到这些行人。或者讲，赛车经过路口，速度一定要放慢，确实看车头前、车两边是毋是有人要过，一定要停来让人先过，保护别人也保护家己。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伫咧高雄凤山府前路的路边停车格啊停车，因为这涂骹写讲是算假的，不过伊来勘车的时阵，才发现讲这停车单啊是算点钟，民众不傻傻，质疑讲这就是停车的陷阱。交通局查证了后，讲遐个停车格啊伫咧112年的时阵，就改做是算点钟的，是因为顶头的插落去，才会互民众误会。即马是有定插路，要拿民众互人加收的停车费，交通局要处理。
高雄凤山行政中心头前的府前路双边拢有停车格，不止个大家拢停满满。有民众答问，讲家己车衫洗车来遮停，落车看涂骹写的收费方式，明明都是算改的。那会来看车的时阵，停车单因啊等甲满满是真做算点钟的。民众唔知影是倒一台设较差，即期这是停车限制。附近民众讲，因为是算改的无唔对，改做算点钟的已经有一段时间。之前是计次，后来改计时的时候，它可能是直接喷在上面，那喷在上面的新漆掉了，下面的计次又露出来，可能民众会误以为说哦还是计次这样。因为基本上外面几乎都是计时居多，所以不太需要确认，除非我要停很久我才会去确认，就看他地上写什么，如果看不清楚，我就必须去找那个告示牌。有民众讲，若是无确定停车收费方式，就会去找告示牌确认。不过这回事件煞是涂骹写算改的，甲路头路尾告示牌无同。交通局也证实，府前路停车格112年就改做算点钟的，初时早起已经甲插报登去，民众从加收的钱交提停车相片甲停车单来，交通局会协助处理。就有计次标线的浮现，造成民众的误解。交通局已经在今天完成计时字样的补画。那如果因此产生停车费率争议的部分，那交通局也会协助业者，那我们会从宽认定停车费率的保障民众的权益。这位民众停在1点钟红收350块，改用算改的6点钟30块比起来，真差10外倍。也不怪民众的这期是停车限制。交通局强调，涂骹的字时间一句就会落擦，平时拢派人来巡查。民众停车除了看涂骹的字以外，也是爱以告示牌为主，避免产生争议。记者柯昭阳、高永昌报道。宜兰乌石港上海岸的船呢，初三暗头啊，伫咧龟山岛附近，看到规大批乌鹅。虽然看海岸做20多年导览员的这个导览员，伊就讲呢，这是伊头一届看到上百只乌鹅做伙出现。因为这个乌鹅伫台湾是列做二级保育动物，活动范围真宽。这届会当看到遐尼侪只，有影是足好运的。一群乌鹅伫海底自在游水，乌石港开经河上经船，初三我暗5点，伫龟山岛以南往南方河的方向发现一群乌鹅，初初估计有上百只。上经20多年的导览员李浩讲，伊一世人第一摆看到这么大群的乌鹅。从事赏金活动那么多年，今天看到的卫虎鲸是最多的一次。这批乌鹅有已经大汉的，嘛有幼婴仔。导览员讲，这代表这个族群非常的健康。乌鹅伫台湾属第2级的保育类动物，是大洋性的鹅类，活动范围宽。伫台湾东部外海、澎湖甲高雄海峡拢有机会通看到，不过观察到的几率其实无太悬。虎鲸在台湾的观察虽然说不是很少见，但它跟其他更常见的种类相比，它确实就是比较不常被发现啦。乌楼海洋文教基金会表示，乌鹅定定是归群出来，而且会像幼鹅共款做伙拍蜡。特别记录过乌鹅做伙捉基鱼、飞乌虎等等的鱼仔，推测这届可能嘛是为着要捉鱼仔，才会互人伫近海观察到。如果在赏金船上看到卫虎鲸的时候，我们就远观就好，那不要太大声的去惊扰，以及或者做相关的一个喂食的动作。县政府指出，过去记录到乌鹅大多数拢敢若20-30只，上百只做伙出来实在真罕见。嘛呼吁赏金船，若是观察到相关的族群，尽量爱较点的，莫甲吵着，搁较唔通甲饲，减少对鹅类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亚洲股市起起落落，这日股呢起0.32%，韩股起1.62%。那台股呢是收伫咧43360点，625点。证交所也宣布讲，对7月开始呢放零相关规定，第一届和第二届，互人发布处理证券处理时间对10个营业日缩短到5个营业日。那超买卖计价时间呢缩短到2分钟一届。美国总统川普讲12日和谈登在进行，即礼拜一的美股全面收红庆祝。拜日亚股走势分歧，日股收盘是起0.32%，韩股起1.62%。台股同时突破正无力的盘面，但是中场赶快是收红，以43360点做收，625点。除了台积电之外，其实像鸿海啊、联发科这些大型的全指股呢，今天走势都比较疲弱一些，所以这个应该是到最后呢。收盘之后还是收小黑的一个最主要原因。
测试对股的表现，宽达股台积电是开价走价，收跌2320块，落50块。记忆体族群是持续强势起，华邦电顶多起停锁死，股价一个到157块。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考虑到油价证券起落无正常的波动较大，证交所宣布对初十开始实施注意含处置的新规，第一摆含第二摆红发布处置的油价证券，处置的期间对10个营业日缩低到5个营业日。另外，若红处置佮当冲交易的占比相关，公布注意交易资讯，处置营业日是缩低到7天，若要是配对作业的时间是缩低到每2分钟，配对升高1摆。一旦流动性上升，其实都会某种程度上会有助涨助跌的效应。那当流动性的冲击明显减少的时候，其实就会让原来的急涨或是急跌变成一种相对缓涨跟缓跌的状态。那事实上对整个交易市场而言的话，都是正向的发展。最近股市毋但是波动震动，尽管大港抢力积电，最近嘛面对董事长黄宗仁过身的冲击，测试代理董事长贾载基是第一摆公开说明公司未来发展的方向。半导体的生产制造就是在台湾就是最有效率，成本可以做到最低。那在国外生产，这个对我们来讲，有时候就是很难去 justify。总监认为讲，台股的基本面无改变，主要是针对关股达含关更关调整。毋算台股同款有反弹机会，但是因为顶悬的压力搁低咧，未来可能同款是变来变去，优惠震动的格局。记者综合报道。国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对明仔载开始要实行10天9暝。这一届呢是延续着无剧本和去中心化的方式，也会整合着 M1A2 战车、滨海作战指挥部和网络降速演练来验证整体防卫作战论性。不过，这中国军机军舰伫今仔日搁再来乱咯，讲是咧执行联合战备精神。国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进前，国防部随时公布真系强机干扰台，公布执行联合战备精神。国军用联合情感精严密掌控应付，也为汉光准备暖身。第4作战区继续全路动员高调，操作无人机瞄准人形白目标，而且用 T75K3 手枪甲美国制造的 M4A1 步枪射击练习。今年汉光演习动员超过2万的后备军人，配合14天高调制度，验证上臂甲后备部队协同作战效能。自初5到14连续10天9限，用无剧本加去中心化指管方式，参考美军的反向干部精神，修订基层干部向指挥官再一遍说明任务的内容，和认知共款减少失误。去年底成军的 M1A2T 战车第一遍参加汉光实兵作战计划，一个7个都编成的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也要做实战化经验。整合新的滨海作战指挥部，就是包括所谓的这个反舰飞弹，以及攻击快艇，以及无人机，还有水雷的配置。那边国军的 OTS-600 无人机以及国造的这3规军用无人机都会纳入这个操演。最近通车的淡江大桥也会列入淡水河防线，第一遍实施关键1点的组织甲防部演练。公路局宣布，初6暗8点到初7透早6点，淡水往北里方向所有车道甲人行道要封10点钟。国军下设更次卫顶设施，组织敌军自北里海沙堡下设是台北港进入政经中枢，确保在最接近真实战场的环境中，具备持续作战的韧性。汉光演习也可以配合进行下定轮型演习，中部甲北部县市要实施30分钟的行动网络降速，验证军民通行闭环应变。NCC 伫8日已经提前发有个进步，伫8月下昼一个演习期间，会个分别发一遍，提醒民众爱注意。记者综合报道。今早起呢，针对着今年南北党团提出5项公投草案进行协商，最后是无共识，送议会处理。在野党呢也提案修法，讲要把所有公投案印在咧同一张的公投票顶头，避免2018年哪开票哪投票乱象。那中选会主委游盈良就讲呢，想要用一张票当几落项公投案来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会颠倒造成更较大混乱。
双手握条的中山会主委游盈良一透早特别拜会民众党立法院党团，表示伊家己早一个感谢两个提议，尤其今年是9合一选举，中山会希望大选年立委咧审查预算的时阵，台甲斗会当小可扭手一个。另外，就是希望一张票当真侪案的这个手法会当打动。这样的一个立法，可能潜藏极大的风险。 对我们的选务以及台湾的民主可能造成严重的伤害。真的会开票到凌晨？哦，如果以2022年的投票经验，一个案就到晚上11点40，两个案一定是要到隔天清晨。我为什么可以做得到，我们做不到呢？那也呼吁中山会卖因为技术的问题，就放弃直接的民权。目前台面顶包括去年民众党提出的移转投票的公投，那今年那被分别提出的5个公投案，包括关系死刑判决的法定、变刑、中科核电、交通罚款专用、安乐死等等的公投案。另外，搁一概回应，除了是旧案搁提一摆，其实有真侪提案伫国会就会当解决啦，无应该将立法委员爱护的责任担予中山会也个民众。到底可不可以投票准时结束？这可能才是大家所担心的，会不会重演一边开票一边投票的境况？我觉得那才是对于民主政治最可怕的威胁。针对今年5案的公投草案，调也协商无共识，送议会处理。根据法定的程序，若是要赶11月2日9合一选举，立法院上万爱伫8月中表决通过，并且伫10天内底送中山会，互中山会会使依法伫咧公民投票前90天，也就是8月30日前完成审查，公告公投案的编号、主文，也有投票时间。记者综合报道。德鲁古国家公园发生2层，即家己去爬山以外，伫咧南澳大山失联姓刘的山友呢，因为伊摔到上坡道行，透过卫星通讯设备讨救兵，经过通报国际紧急回应协调中心呢，甲伊申请空勤直升机吊挂落山。另外，细只的查某山友呢，伫咧挑战基内北壁下冰封路段时阵，却失去联络。最后是留守人员透过定位设备发现讲这定位有问题，赶紧通报，才顺利救到人。公中勤务总队是接到通报，去到花莲秀林乡的南澳科谷，成功把61岁姓刘的山友救出来。但是伊互救出来的时阵，若是摔甲真严重，头嘛着伤，无法度行，只会当等救援。姓刘的山友会当成功互救出来，主要是因为伊使用高明设备来联络国外的朋友，才通报国际紧急回应协调中心，申请航空器来救援。姓刘的山友虽然家己去爬山，但是好佳在路尾是成功互救出来。另外一个救援行动是共款伫咧太鲁阁国家公园。一个细只的查某山友，正正是家己一个挑战难度真悬的基内山北壁下冰封路线。初日下晡传出失联，一直到初日早起7点外才互找到。这查某人会当成功互救出来，主要是因为伊的留守人员逐工拢透过监测定位，发现定位无正常，紧向花莲消防局来报案。他们自发性的由屏风山登山口进入，然后于今日的早上7点06分，将在屏风山南峰的时候寻获。那个失联登山客人员均安。专家指出讲，要爬山一定要有齐全的装备，除了衫爱分底站、中站和外站顶无共功能，搁会扎救生的鼻仔和救生毯。假使若是摔到伤，还是找无路，要保命，除了靠山下的留守人，将队伍的位，若是无正常，就报案搜救以外，卖当造 Garmin Enrich Mini 设备，方便定位和救援。无就先再好离线地图，就算深山无网路，赶快会当收卫星信号持续定位。专家建议讲，万一若是发生意外，还是找无路，上好是踮伫原地等待救援。真的幸运找到路出来的，其实比例比较少。因为迷路，你已经没有方向感，所以越找越深，越走越不对，到最后就困死在某一个你爬不上来的地形里面。专家表示讲，这2个失联的山友，除了靠定位设备和留守人，好运替家己保命救援，嘛和当地天气有关系。呼吁爬山的人伫出发进前一定要密切注意气象预报，避免行程拄到歹天气，这是卖互家己拄到意外的第一步。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观光署公布上届新的旅游状况调查，讲去年呢，台湾民众伫国内旅游的有2亿4761万旅次，平顶年成长11.52%。那国旅的总支出呢，也平顶年增加9.4%，拢是有史以来上悬的。不过，比较8成的民众呢，拢是同工往回，也就是讲无住伫咧旅游地点。学者是认为讲，除了国内交通真利便，景点无大吸引人，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饭店可能伤过贵啊。
休纸大家拢想要去佚佗，车站、机场人是排甲热长，假期要安怎安排？旅客心内拢咧值算盘。我自己一整年在安排旅游的话，我都是先考虑国外旅游。国旅的倾向尽量能一日来回就一日来回，因为住宿太贵了。确实是比较有点贵啦，但是如果出国的话还要买机票什么的，所以可能如果就方便性来讲，可能还可以接受。观光署公布上新的国民旅游调查，114年国民旅游人次来到2亿4761万，国民旅游总支出拢总5643亿，拢拼过历史新高。统计嘛显示，一天来回就占要8成，另外民众较晚生活区啊附近旅游占比嘛要7成。为什么大家觉得一日往返就够？当地的旅游丰富度可能是不够的，房价可能在友善度上面还要必须再做一些改善。政策上其实都有规划，那办法也都有。那当然，我们希望就是说，站在国旅发展的部分补助的这件事情，预算一通过，我们就会赶快处理。另外，观光署嘛公布114年来台湾的旅客调查，日本是上大单一客源市场，也那新南向主力7国来台湾的旅客嘛占30.07%，消费率是美国旅客上悬，平均每人每工伫咧台湾消费是242.84美金。记者综合报道。彰化市旭公路一间早顿店，伫咧拜一暗时11点半时阵发生爆炸，店内随着火，消防局接到通报了后，出动10台水冷车去拍火，加在火真紧就拍花，现场4人受伤。所以因为这爆炸威力真大，隔壁2间店面受到影响。初步调查是家属流出来造成爆炸的，详细原因佫需要调查。监视器画面翕到一台轿车经过，过无偌久，早顿店就发生爆炸。拜一暗时11点外，彰化市旭公路一间早顿店发生爆炸，爆炸威力真强，唔但出现火星，店内天棚的插头、碎玻璃嘛弹到对面车落去，附近的民众拢喘一条。对啊，我们都被震起来了。没什么。网站没有人，无人加过，嘛无人受伤啦哈。没有。消防局接到通报，出动10台消防车、23位消防人员赶到现场救援，发现店内火烧厝，赶紧布水线，加在火势真紧就控制落来。拜二透早，火调人员也咧现场调查。早顿店头家表示，拜一下晡有来店内，一切拢正常，唔知影哪会发生意外。其实我4点有过来了，可是我只是把面包搬进去而已。所以那时候都没有闻到有异味吗？没有，因为我对那个很敏感。依照现场的基证，那物品的位移，那初步研判呢是液化石油气的泄漏，然后引发爆炸。现场的瓦斯桶装数都是各3支为60公斤，未超过法规的备用量。消防局表示，这站爆炸除了意外现场，隔壁还有2间店面受影响，无人受伤。初步调查是瓦斯外漏造成爆炸，那现场店家瓦斯坑的量符合规定，详细事故原因也在调查。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有公民团体今日召开记者会，讲要检讨台湾使用假释的公共安全制度，而且天然气叫假释的真侪业者呢，也搁伫咧卖旧设备，而且这假释炉呢也拢无装备电脑、假释表来监控漏气。消防署是回应讲，针对假释桶依照消防法规规定，卖假释的业者呢，就要有安全技术人员定期检查，也要定期甲地方的消防机关申报。监视器翕到路边的人家厝闪过一道火光，这是6月初新竹市的一间便当店。初步研判是假释楼下拄着火车来爆炸。这几年各地常常有燃气事故，公民团体召开记者会，呼吁要全面检讨台湾燃气公共安全的制度。过了10几分钟，他想说家里的瓦斯应该散得差不多了，他想说那他要重新去把他还没有煮完的鸡汤煮完，那就开火，结果就瞬间就炸了。如果没有办法靠一些安全的设备来帮忙协助民众提醒的话，其实还是再怎么小心，还是很容易受伤。消防团体分析，目前伫店头普及的液化石油气加速桶是上大的安全隐患，包括加速桶的马路母自备装置无普及，若无到这无细力顺着开关，也是加速管突起，都可能会漏射。佮有加速管线的调节器，照法规应该爱用 R200控的规格，毋过多数业者煞搁咧卖旧贵的 R500控调节器。另外，民众咧用液化天然气加速炉，佮有一寡人也袂到比电脑加速表，歹监测漏射的状况。因为商业场所是经济最活络的地区，像市场、餐厅、饭店，他们使用的瓦斯这个方面，
这个都要很严格的规范，没有一个单位平常做主。消防团体嘛点出，民众用甲水桶也是天然气甲水炉，时间一久，规家早就对袂着法规。安全设备普及率低以外，现行佫欠一个统一的权责机关管理、检测甲查核。像天然气属经济部管，研发石油气是消防署一人一家代。我们在目前的法规是没有强制的部分，因为机械表也是很好，现在装置率的比例可以到达72%，不愿意装置这种微电脑瓦斯表的原因，那主要是。微电脑瓦斯表的话，它的月租费会从原先的机械表60块钱到100块钱。互人问到感受思考到甲水桶安全设备的管辖，消防署回应，照消防法的规定，经营家用液化石油气零售事业者，应该要有安全技术人员做公期检查，定期向地方消防机关申报。另外，甲事业者嘛应该爱伫逐回换用气了检查管线，感受到好势，无漏射，而且2档都要提供一摆安全检测服务，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新竹有一个60岁姓杨的查甫人，因为伊骑车超速，互掠超速翕相机翕几落摆，互开罚单。伊想袂到呢，竟然就半暝啊，摕家私去甲这支固定式的超速翕相机寄互转。警方接到报案了后，伫附近掠着人。这个查甫人竟然辩解讲，伊是来记仇啊！那警方已经甲移送法办，创歹部分也着爱赔偿。三更半暝，竟然有人伫大路寄物件，而且佫发出火光。详细甲看，伊当咧寄专门掠超速的翕相机。代志发生伫新竹县关西大山线，警方接到报案赶到现场，伫附近掠到姓杨的嫌犯。嫌犯证讲家己是来记仇啊！我在锯树啊！你用这个锯嘛？锯树啊！这个可以锯树。这个可以锯树，树那么粗，你用这个砂轮机可以锯。警方当场伫嫌犯的乌托邦查到破坏家私，互嫌犯无法度辩解。嫌犯讲过去因为互人掠到坐摆超速，唔甘愿，再伫半暝啊来破坏设备。杨男疑因遭测速照相取缔，又因近期多次交通违规遭举发，心生不满，竟破坏测速设备泄恨，全案依毁损等相关罪嫌移送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继当刚早起，抢上到现场检查设备，也惊得要登起设备倒去，影响过路人的安全。要先开爪，然后这个头要拔掉，不然那个断了会倒下去影响行车。我觉得太夸张了，因为那个设备是公家的东西，而且你开车的时候本来就是要遵守速限。那这样应该是。就是毁损公物吧，这样子应该反而因小失大。警方表示会甲嫌犯移送法办，伊唔拿面对损害公物的刑事责任，刷起白负担赔偿违例的费用。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新北5股的石土地公里遗址呢，是25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石文园文化，目前已经有真侪史前文物出土啊。即摆后来呢，有考古团队甲13项博物馆合作，举办考古电影学校，要透过考古含这沉浸式的台语互动，互民众了解到抢救文物的工课爱安怎做，也会当学到考古学的台语讲法。日头赤夜夜，考古团队由原体图案伫咧探坑骨力屋。考古的地点就是新北市5股的石土地公二遗址，这是2500年前新石器时代石文园文化。有考古团队甲13项博物馆合作，历史甲要办5天的考古电影学校，互学员会当伫考古的现场抢救文物。毋那是甲咱讲过去的故事，嘛咱用咱土地语言去讲这个故事安尼，透过这个学物件。去甲学生讨论讲，考古学家是安怎去了解以前，阮就爱思考咱即卖时代是安怎，共同去思考咱未来的路要安怎行。考古团队表示，即届的活动特别用沉浸式台语合适的方式，民众除了会当学到考古专业的台语讲法，也会有台语的导览，带学员去13项博物馆、甲大本溪文化遗址行踏。考古团队讲，高中以上的学生甲一般民众都会当参加，甚至也有人专工对香港来实现考古的梦想。细汉时阵拢讲，阮想要做考古学家，大部分的人拢无，所以阮提供一个机会，即摆参加者内面大部分拢是大学以上的
甚至讲有香港啦，即飞行机来。主办单位表示，8月的活动有2梯，一梯敢若收15人，希望带民众对考古学家的脚步，透过考古甲台语，了解对史前到近代发展的脉络，来认识这片土地的历史。记者纪林秀凯台北报道。传承172年的家人中元节，这届做族谱的庄清辉就讲呢，这届除了会展示有史以来上界大的水电厝以外，进前有一部分停办的传统科技，这届也会开放，希望会当把这文化找倒转来。其中上界有代表性就是放水灯，会伫咧新历的8月2日暗时举办。那家人市政府也会推出一系列活动。一个搁一个做工有路的水电厝，这拢是家人中元节放水灯仪式重要的主角。家人中元节是台湾历史上久长的民俗祭典之一，嘛是头一个指定做重要民俗类的国家文化资产。家人市长拜二公布今年活动内容，除了有传统祭典科技，嘛有规划演唱会、艺术展览、规系列的活动，希望三甲文化变观光。让我们中元祭不只是承载了基隆过去的历史记忆，而且还可以迈向一个国际港湾城市应该要有的观光文化特色。家人中元节，逐年拢有一个字谢宗亲轮做主谱。今年做主谱的是老长岛谢宗亲会。宗亲会表示，这摆展示历来上大水电厝，互民众近距离欣赏，卖恢复过去停办的部分传统科技，希望会当甲传统找倒转来。都甲水电厝摕去主舞团去做一个发挥，一个仪式，是以前传统本来有，因为咱时代改变。变做无的物件，咱搁找回来。譬如讲，咱今年有一个预告商场的仪式。家人市政府表示，今年家人中元节为8月12到9月11举办，其中上有代表性的放水灯仪式会办伫8月2日暗时11点。另外，搁有开看门、主谱绕境、中原普渡甲乖看门等等活动，互民众做伙感受传承172档的中元节。记者郭金用、谢桂林家人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看外国上界新的情形。也来讲到做兵这件代志，你认为讲敢爱男女平等呢？来看这北欧国家丹麦为着要应应这俄乌战争和北极安全局势，这2024年宣布讲，把这军队役期对4个月延长到11个月，而且头一届甲女性列入去强制征兵的体系，实行男女平等的兵役制度。头一批的总数是1600名新兵，初3正式入伍，其中呢也包含19岁王室成员伊莎贝拉公主。这服役期间呢，这位公主也放弃所有的津贴。伫丹麦南部奥克斯伯尔的军营，初3迎接大阵入伍的新兵，有辅导官兵的指引，这阵新兵依照顺序进行报道手续。面对拢总11个月做兵的日子，真侪新兵讲真紧张，佫期待。Of course, I'm quite nervous, but I'm also very excited to be pretty looking forward to trying something completely new. 丹麦采用步兵制甲征兵制拢有体制，伫招募人数不足到抽签征兵。不过面对俄乌战争引起的欧陆危机，加北极格陵兰领土进入压力，身为北约成员国的丹麦，真需要大幅度强化军事防御能力。丹麦伫2024年决定加兵役期，为本来的4个月延长到11个月。个头一届强制定调女性服役，以提升国防战力。今年入伍的新兵当中，女性占20%，其中包含19岁王室成员伊莎贝拉公主。为着听国家的政策，王室嘛对外宣布，公主要放弃所有的薪水津贴，无偿服役。I think it's important that men and women are equal, and therefore, it's a big thing that I'm here. 丹麦军方重新规划役期甲训练任务，伫新制度，新兵爱接受5个月基础训练，再来进行6个月第一线战备任务。军方同时嘛成立无人机小队，提升现代化作战能力。Our population is simply too small to have a large army, so meaning that we're changing the conscript to be as it was in the old times, being 11 months length. And this enabled us to train them and to fully train them. 丹麦原来伫这个月头一届部署义务役士兵去格陵兰，一个由100外士兵组成的连队，会驻守伫当地1个月，接替职业军人执行实质的战术任务，展现维护北极领土主权的决心。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
这几天，南韩的东南部这庆尚南道牛山市出现韩国有气象观测记录122年以来上界悬的温度42度半。这韩国的气象厅今日早起呢，也针对着首尔这一个区头一届发布上关级的严重高温警报。总统李在明今日也证实，已经有16个人因为热浪死亡啊。首尔光化门广场天气正热，无啥游客。只个人看到囡仔伫咧喷泉内面弄来弄去，一个伫咧清水川耍水，耍啊真欢喜。 지금 서울에서도 이제는 양산이 없으면은 좀 일상생활이 불가능할 정도가 되지 않았나 그렇게 생각을 합니다. 그래서 이게 기후 위기가 진짜 이제 저희 시민들 피부로도 느낄 수 있을 정도가 됐구나 그런 생각을 하고 있습니다. 韩国气象厅随时对首尔11个区、京畿道甲湖南地区发布相关级别严重高温警报。这标准是体感温度要超过38度。 或者是实际相关温度39度以上就会发布。在首尔市第一遍，总统李在明伫咧国务会议讲，要赶紧提悬全国对热天气的警觉。 극심한 폭염으로 5월부터 지금까지 발생한 온열 환자가 2,000명에 가깝고 사망자도 16명에 이르는 등 상황이 매우 위중합니다. 极端气候愈来愈接发生，李在明希望官员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民众的日常生活，并且伫咧空调需求这么大量增加的时阵，要检查电力系统。南韩气象部门是请民众随停止所有的户外活动，而且警告无空调的室内空间真危险。 为了要对抗这边的热天气，首尔市特别加强避暑站、加紧急避难所的设施，并且用降温喷雾、也个热水车降低多次的热岛效应。这边相关温度唔是伫咧首尔，是东南部的庆尚南道。根据南韩的气象厅资料，热岛城市牛山市这个月初二温度摄氏42.5度，创南韩122年以来气象观测的上悬纪录。北韩国营媒体也报道，有一寡所在温度接近40度。 并拢连续出现5个25度以上的热带暗，真侪人走去水上乐园耍水。这边的热天气是因为朝鲜半岛天顶的2个高压系统——北太平洋高压，也有青藏高原高压形成相当热强，所以混合正歹形成，也有强烈的东风形成混风，和天气更较热。 伫即马南韩气象部门是正伫咧关心洪泰北海都的动态，观察伊是毋是破布高压系统，和这边的极端高温会当小可较消透。公司新闻王路梅编辑。 讲到这洪泰北海镇的强度搁再变强咯，按算拜5到拜6这段时间会通过琉球群岛，已经有这邮轮业者宣布讲，甲日本的行程调整去到香港，也真侪这产险业者也宣布讲，暂停受理洪泰影响期间去到日本部分区域，或者是全区的旅游不便险新案件。气象署表示讲，洪泰伫拜6礼拜上接近台湾，有可能发布海上警报，也若初8开始呢，受到外围环流 的影响，天气开始变较不稳定啊。中度洪泰北海都1点经过22公里的速度，继续向西边方向山顶动，拜5会挖过琉球群岛，经过了就开始转向北边，拜6洪泰上挖台湾。 大概是在周5的下半天，这段时间可能会暴风圈碰触到台湾的海警范围，还是有几率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的哦。自拜3到拜4，转做偏北风，北台湾会开始落雨。拜5洪泰慢慢瓦滚，西半部也会落雨。后日拜1洪泰上瓦，水汽变多了，天气不稳定。看洪泰离咱外远，落雨的区域也会改变，因为洪泰路线已经确定会通过琉球群岛。有邮轮的业者公布，8月初5 航程有变，本来要去日本变去香港。电脑拍8月初5去日本奥基纳瓦，后礼拜转来台湾，即马才要报旅游不便险。梦也出现，因为洪泰影响，暂时无接受。即马泰安产险、国泰产险、富邦产险、新安东行海上、调航保险7间业者，暂时无接受特定期间去日本的海外旅游不便险加旅游综合保险。 因为现在圣婴现象加上各种意外，都为旅行带来各种不同的风险。每一间可以提早购买时间不一样，从30天到半年不等。那这一次大家普遍都提到不便险的部分，那当然有些保险公司为了方便，它可能连旅行的 平安险跟医疗的部分一起停掉。业者讲，那伫公告进前就已经投保不便险的旅客是无受影响。若是行程有改变，记得爱甲相关的单据留来，保护家己的权益。
记者综合报道。全观众朋友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嘉南台北桃园新竹对27度到36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6度到34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7度到3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5度。宜湖金门马祖对27度到33度。一个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